家子弟刘荣昌大学时爱玩西洋音乐，却在本土音乐中发现自己血液中的客家草根味，从此踏上客语歌谣创作的路。有语言，然后有传统音乐元素，然后有现代音乐元素，然后把这几个元素抓起来，变成说，放在我的词曲跟词曲创作里面。非主流音乐走来辛苦但不孤独，结合志同道合的音乐人，组成打帮你乐团，将客语创作歌曲让更多人知道，让这些传统特色的音乐可以跟当代的人有关系。大家的理念都要相同，在一个团里面比较有趣啊。客家文化，然后借由音乐把它推广出去，我觉得其实还蛮有意义的。为求完整表达传统客家音乐精髓，团员特别找来前辈指导。谢谢赖老师，教给我们这么多很好的音乐传统。后天天数啊，不是声音。不断来回在传统与创新之间，就是要找到属于本土的新声音。也是在一直学习一些传统的东西，那要如何跟我所学习的东西融合起来？这不容易，但打帮你乐团做到了，让传统客家气味歌谣与世界的节奏共同摇摆。上课喽！好的五天数，好的五天数，好的五天数。